迎收睇65後慢活。今次去咗深圳灣萬象天地嘅超人氣客家菜客語。呢一間店一直以地道客家風味出名，環境行嘅係新田園中式風，木質嘅桌椅、暖黃嘅燈光，仲有落地窗，陽光灑入嚟超舒服。唔多講啦，開始食啦。今次我哋冇嗌美團嘅套餐，而係單點。第一道係招牌嘅古法手撕鹽焗雞。呢道菜一上台，見到色香味俱全，望下個色澤，雞皮油亮金黃，肉質超嫩，鹹香中帶啲沙薑嘅新香，雞肉完全唔會柴。唔怪之每台都必嗌啦。嚟到客家餐廳，點可以錯過客家釀豆腐？外皮煎得微微焦脆，裏面嘅豆腐超級嫩滑，豬肉餡鮮甜多汁。最驚豔嘅係個湯汁，用黃豆同埋雞骨熬製，超鮮甜，撈飯一流啊！跟住落嚟就係櫻花蝦啫啫粉絲煲，呢一煲鑊氣十足，上台嘅時候仲喺度吱吱聲咁響，櫻花蝦嘅鮮味完全滲入粉絲入邊，加上蒜香同埋豆芽，口感 Q 彈又鮮香，非常惹味。呢一道老薑煎焗白鱔，鱔魚外皮煎得酥脆，肉質超肥嫩，老薑嘅辛辣去腥又提鮮，醬油香氣濃郁，但係又唔會死鹹，連薑片我都想食埋啊！跟住落嚟就係點心時間，我哋叫咗香煎韭菜餃同埋客家青團。香煎韭菜餃皮薄餡多，隻隻都好飽滿，底部煎得焦脆，韭菜超香濃，點上甜酸醬又有另外一番味道。因為想試晒兩款客家青團嘅味道，侍應好好嘅幫我哋另外點單。兩款口味分別係紅豆同埋花生芝麻，紅豆綿密香甜，花生芝麻餡流心爆漿。青團外皮軟糯唔黐牙，食完鹹嘅嚟啲甜嘅，超滿足啊！大家喺大眾點評收藏打卡之後，會有小甜品送上。今日嘅係山水豆腐花，豆腐花滑嫩唔太甜，感覺有啲似百福豆腐花咁，入口即化，中和咗成餐嘅濃郁感，用嚟做收尾啱啱好啊！今日喺客語食到超驚喜，環境舒服，菜品地道又有創意，推薦嘅當然有佢哋嘅招牌鹽焗雞，而佢哋嘅客家豆腐同埋粉絲煲都唔錯。如果你哋都中意客家菜，記得嚟試下啦。次一共嗌咗6款菜式，埋單人民幣315蚊，新入會可以享95折，折咗之後人民幣299蚊。次嘅介紹就先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，請你收藏、點讚同埋訂閱。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